好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啦。好啦，咁未來有末日，咁個問題係我哋準備好未咧？咁樣樣嚇。咁其實我覺得有啲似投資啊，係咪？即係嗱，例如咧2026年咧世界嘅經濟可能會有大變局啦。咁啊通常咧美國總統第二年咧股市可能會大跌啊，美股啊或者美債或者日債會唔會爆煲咧？咁啊會唔會令到通貨膨脹嚇？咁啊令到咧又美股繼續上升，又或者咧貴金屬又會上上落落啊咁樣樣。其實世界點樣變咧？其實我哋都係控制唔到啊。但係我哋可以咧做好自己啦，例如參考呢個老年咧年老時啊所羅門王所寫嘅智慧言語，你哋咧要分俾7人或者分俾8人，因為你哋唔知道將來有咩災禍會臨到呢個地上。對我嚟講咧，其實咪就要學識資產配置咯，就唔會因為即係一個禍患突然間嚟到咧就失去晒所有一切啦。要識得分散投資喺相關性低嘅投資標的物啦，例如咩咧奉獻俾天國啊、非必須嘅支出啊、現金啊、自己啊、屋企人啊、即係咧。俾投資天國中僕嘅事業啊、保險槓桿啊、長遠房屋啊、股票啊、債券、黃金啊、學習新嘅投資工具等等等等，其實都係可以咁樣去使用啦。